再来看花莲受风向的炎疗，昨暗一台游览车的轮仔掉入去渠道，警察甲工程人员用2点外钟才把这台游览车救起来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监视器画面用清楚看到一个蓝色游览车要上山去饭店接人，暗过雄车害者，甩去后链道落落涂骹袂顶袂动，司机落车看马上报警。前轮敷过了，它下面又空心啊，没有轮胎没有摇到地啊，那怎么办？叫别的车去接啦。洞原本就有的吗？没有。这代志是发生伫车山尾仔一台专门在山顶饭店员工的游览车，伫经过花莲市方向第11线甲山岭路口时阵，路边毋知什么原因崩落，警方马上赶到现场，佮通知吊车来救援。现场以吊车将游览车吊起，铺垫铁板后，以倒车方式脱离坑洞，于19时55分排除障碍脱困，赖男9车子为零，无人受伤。路面为什么会崩起？当地民众表示，这路面原本只有几个细细坑，可能是这几天风台天大雨冲下开地基。工程人员已经伫载起吞断去，详细原因要搁等工程单位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